美国政府日前首次用集中营一词来形容东突厥斯坦的所谓再教育营，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做法提出的最严厉的谴责。负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周五对媒体表示，中国已将超过100万名穆斯林押入新疆集中营。他说，中共当局正在动用安全力量把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大规模关押，这一数字甚至可能逼近300万。有关中国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新细节将继续披露，这些设施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孤立泽热阿韦利汗是中国集中营的前被拘留者，他从一个集中营释放后，团聚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家。他说，当一个外国代表团来集中营进行调查时，当局染了被拘留者的头发。据一位名叫阿以夏的集中营保安说，在孤立泽热被拘留的集中营里，总共有18000人，每个房间30人，每班50人。更糟糕的是，他从未意识到有这么多人被拘留在这里。挪威首都奥斯陆，数百名居住在本国的维吾尔人聚集在皇家宫前面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罪行和同化政策。示威者高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亲人的照片，并呼吁中国政府关闭集中营。集会者高喊口号，呼吁中国停止种族大屠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方面与美国、韩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峰会，呼吁和平，另一方面不断进行核武器实验。朝鲜官方媒体确认，朝鲜实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和战术制导武器。后来，韩国军方将其修正为短程飞行体。朝鲜是自从东部沿海城镇向东发射短程飞弹。最近，在俄罗斯与普京会见的金正恩再次进行了核导弹实验。伊拉克宣布对叙利亚的达以沙势力进行秘密行动，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在行动中逃脱。伊拉克当局对叙利亚的行动细节未提供信息，详情将在稍后公布。